好热闹啊！哟，你来啦，季爷爷，哎，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？哎，正相反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新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林一，啊，小新，你们都熟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学姐。他谁啊？堂哥的学姐，你的潜在情敌。奇怪，那个女人不是她自己飞去美国了吗？现在还回来干什么？我觉得吧，老爷子还挺喜欢她的，这不还留她下来吃晚饭吗？爷爷真是够了，想抱曾孙子也要有个限度吧。喂，那边那个现任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季家的饭菜口味是偏甜还是偏咸？啊，情敌都打上门了，你现在还关心饭菜？对啊，口味要是不协调，饭桌等会儿又要打起来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季言行的女朋友。我们家里啊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啊！哎，你们俩这是？您别看我啊，我原来就坐这儿的。我也是啊，7年旁边就是我的指定位置。爷爷，我正好觉得有点挤，对面有个空位，我坐过去。你就坐这儿。没错，来，吃一块糖醋排骨。红烧肉多腻啊！你想还今年减肥啊？你家里好不到哪儿去。哎，刚才在厨房是说以后不会让着弟弟的啊，还有人哭着说对不起呢，不也一样出尔反尔？你多大了，还撵人长辈不放？今年算长辈吗？哎，当然算，她可是你哥的女朋友啊！啊？你什么时候有这种设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可是女朋友不是假扮的吗？啊？吃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不小心路过阳台听见的。你，给我出来一下。爷爷，其实是……不关你事。林总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小秋，这么久没见，你变漂亮了。我本来就天生丽质啊，你别岔开话题啊。你最新的博客我看了，那个玉军直拍啊，我有点赞。真的？哎，你也喜欢玉军啊？我朋友在做他的演唱会，要不要帮你搞内定的票？前排摇滚区小号，带拍手的。真的吗？哇，从哪里从天而降的天使姐姐啊！人美心善还慷慨，我请你务必带我飞。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哎，我好好的孙媳妇儿怎么就没了？7年哪里不好了？你还拿人家当挡箭牌？他哪儿都好啊。爷爷，您是真想让他当您孙媳妇儿？你个臭小子，你又动什么心思呢？麻烦爷爷叫下林总。叫他干嘛呀？添油加醋。哎，臭小子！可以啊，林老师，竟然给我弄到位置这么好的票。一张演唱会的票就改口叫人姐姐了，如果能带你见见面会，是不是叫人嫂子的心就有了？要是能去见面会的话，我叫他妈都行。吃点出息。不过呢，我追星归追星，嫂子呢，我是只认7年的。毕竟他俩是我追的第一对实锤 CP， 我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崩了。瞧你这表情，莫非是要搞事情？
劲敌呀！你也这么觉得啊？身材、长相、气质、谈吐都是上乘，完全就是女主角的配置。我要是个男的，我也会选他的。相比之下，我就像一个死缠烂打送上门的小助理。赢面很小，放弃算了。放弃？我放弃谁都不能放弃季妍希。我得给你找个突破口，让你俩的关系一日千里才行。怎么找突破口？拥抱、牵手、接吻，制造一切让他对你想入非非的办法，化身推土机，铲平他内心最后一道防线，直接入主正宫，还怕什么情敌？你这说的挺简单的，平常哪有这样的机会啊？周末一起去露营吧，堂哥也同行哦。露营？你看这机会不是来了吗？走，去哪儿？泳装店啊！姐这次给你挑选一个最辣的战袍。什么战袍啊？